今朝早法庭判咗七警案，判處嘅判刑係大概係2年。我作為一個律師，我要尊重法庭嘅判決，但係我不禁都要講一講我自己個人嘅一個感受。呢個2年嘅判刑，我認為係太重。如果我哋睇返一啲過往嘅案例，關於襲擊引致人身傷害，最輕嘅係社會服務令，之後可以去到判2-3個星期，甚至乎2-3個月嘅監禁。同2年呢一個嘅判刑係有一個比較大嘅距離。大家記得掟磚嘅案件，涉事嘅嗰個年青嘅一個犯人，判嘅係感化令。有啲人會覺得原來掟磚破壞緊我哋社會嘅公義，破壞緊我哋一個安寧嘅社會，隨時可以令人哋失去佢嘅生命，判嘅都係感化令啫。一班警員，當然大家明白當日係的確按照法庭嘅判決犯咗案，我尊重法庭嘅判決。然而我想請大家一齊同我去諗一諗，喺佔領嘅期間，嗰啲警員要付出幾大嘅代價，長時間嘅執勤。我聽過有人話係130個小時嘅長時間嘅執行任務，冇休息，面對嗰班示威者，如狼似虎咁走嚟侮辱佢哋，打壓佢哋，挑釁佢哋，打不還手，罵不還口。喺咁嘅情況底下，呢啲執行任務嘅警員係面對好大嘅壓力，精神同情緒係去到爆炸點嘅。有冇人體諒過佢哋呢？而家調翻轉，梁國雄今日企喺呢一個台度，頭先仲係喺度譴責緊啲警察。嗱，我想請大家公眾聽到我呢段發言，大家翻去思考一下，諗下呢件事發生咗之後，而家我哋見到一個咁樣嘅判決，大家嘅感受係點樣？係咪就係好似長毛咁，仲要一沉百踩？